来是福音主日，真拄好的机会，邀请到老三牧师来分享互咱一段信息，也互咱了解现今的世代，最想讲的是人类50-60年的中间，咱这代拄着迄个变化真大的时代。但无论安怎，遐个时代的变化，拢袂当隔断咱甲上帝的听，也袂当隔断上帝伫咱心中奇妙的作为吼。虽然世代的变化真大，真新的物件就出现，总是咱有一项就是确定的，就是上帝永远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上帝伊的囝儿，咱是伊的手所做奇妙的工。OK， 来，咱一生就是要荣耀上帝，就是咧学了上帝，就是咧敬拜上帝。现在起，咱嘛是同款，咱要来学了，要来敬拜，咱来唱一首《当我仰望你》。当我仰望你一生的美，当我离开你仰望你。相信一切拢才最坎坷。当我行伫你的心里真喜乐，我要用脚来做你的宝座。你出现更要相信一切拢才最坎坷。
做人讲，来先不来不哈，真正就是我敬拜你，我一生对我就是要敬拜你。对，来，咱过来，搁唱一遍吼，来，无歌声以后咱相相咱。等我用我的激情给你，等我停下来你有你，你注定也能够就随你最高的最浪漫。等我掉进你的心里经历了，我没人下来追你的工作。我想这应该是你我咱大家心内目前心内底所真深深的感受吼，的确上帝在讲，来，咱来唱一首《主要建造一间有来教会》。
正性和好性是伫遮来哦，伫遐来哦，拢共款哦。各位因也注注几个名，哇，正性和什么？好性是伫遮来哦。各位因要注注几个名。今日这位，这内底你会出这个船已经你走的呢，你有打伞无？我记得呢，我咧甲看，我甲看到底差不多将近要一半人哦，将近要一半人，拢斗入伫教会服侍中间。无论你对主日学的教员、辅导、青少年的辅导，过来咱的社青，咱的副团体，到伫社区，嘛是搁较侪人到伫别个所在，咱的爱餐嘛是介侪人伫遐着活，咱的中道才有享受迄个丰盛的中道。相关对伊个共款，拢到伫个服侍中间，哇，一间教会人差不多一半，甚至是全体人一人一服侍，拢去服侍的时阵，一间教会你讲，伊毋走，敢有可能？无可能啊！大家拢去服侍，大家拢拍拼伫前头去服侍。这台船太往前开，这台火车会冲吗？一定会行的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邀请你，就船咱的上车人赶紧起来参与服侍，等下你会感受到迄个愈服侍愈甘甜。主的贵咱伫咱的中间，就咱起做一间水的教会，一间福气的教会，来咱搁唱唱。我想是咱大家